是谁？但官夜昌动宫，烧了殿下夜宴之事。臣翰林院别修窃云松，有本其罪。窃云松，本王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啊！千岁，窃云松官被责为南极铁用，故而冒死请节。放肆！云松你，太子殿下有所不知，这钱云松乃是前任户部尚书前司前的公子。哦，就是那个亏空了个苦中须30万两王军的前司前。真是朝廷以你的屈为处斩。钱云松，臣才。你父亏空国库，贪污军需，与宦等贵贱，狼狈为奸。皇臣托了也是深言之书，做出是此缺之事，真是死不足惜。你不知闭门思过，据算欲旦算曹公公体无用色，该当何罪？死罪！来人呐！且慢！殿下有所不知，臣传苍进宫并非体无有罪，而是曾是一片消息。一片消息。臣知道，今夜殿下夜夜忠诚，曾专程前来为殿下作福，并献上这梅花朵一幅，以表臣之一片消息。梅花戏，小翠风一分美朦胧，他莫非花来似雨？钱云松，已经不是杏花浓，小小许作三翠梦，梅花长城却不息，不在梅云过风风，月光并去梅问去用你采梅公如今不是杏花浓，殿下莫儿参顾松，君不见冰清月光无你也，君不见血光内色颠宝红，就且在这去张罗一方面愿望好尽空。你胆子不小啊！钱云松，本王佩服你的胆量，你一幅梅花图又有何用？
30万两黄金何此行踪？千岁，陈嫔妃闲话要从，儿子这副梅花都一年重大。父亲当年做了惊天之案，恐此后有罪难辩，有苦难言，故明争作图，途中相遇安死。将此事来龙去脉，常于梅花图中，千岁明辨。哎呀，千岁呀！事情前朝太师一事，还当谁而负之？此事真伪难辨，是否得怎样啊？千岁，30万两黄金失踪一案，牵连甚广。当初万岁对此案的证伪，也是一筹莫展，显而易见。高大人此言差矣，且是且亏空不可久续，铁案是三。太子殿下对此事也有明断，所称当初万岁对此案的证伪，也是一筹莫展，悬而未决，分明是想推出皇上来压制天下。高大人，你居心何在啊？吕大人你，啊呀，千岁，臣平无此意啊！30万两黄金，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岂是一个财政之子，寥寥数语就可洗清财责的？30万两黄金，原来此就有去此。请千岁宽衣薄年，臣放身出力，一定将30万两黄金交还国库。到那时，臣无的冤屈，保证市民不便自取。倘使你所言不实，再不为那30万两黄金哩，臣才当之。好，本王限你8日之内交还30万两黄金，逾期不归，本王特天诏法，免你纠从。臣领旨谢恩。回来，臣。你算长东宫军纪无章，今日本王杀不律师破城，却不出你嚣张气焰。来人呐，向钱云松廷杖2人，查查宫门。千岁，此度实系伪造，钱云松欺君之情，难逃。也许欺君的另有其生理。去，把这幅画送回去。是。千岁，你把娃还给他，就不怕他销毁财政？哈哈哈哈！什么财政？不过是钱云松愚孝所为。千岁圣明。不过此案逆颠破夺，本王听要神藤木瓜，将此案弄个水落石出。好天结果这人从，须得乾坤一字间。我听要垂死不见，他弥陀为佛施法，速团啊！
俺是赴江南的官道，欲沿袭报仇。今日与不明身份之人谁此有联？我们私此隐蔽，发现可疑目标，一律绞杀。是。杀身份败露，被人识破，就死意了断。是。大人，见面发言，可疑之身。说青山，你有话归。白马无言，安上官位。一看就是京中人士，杀！杀！
身发言，我们是光彩加倍，拿去死定了。公子，公子。殿下的跑马，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盘马速！公子，公子，公子。东乡公子，我见为呀，昏睡3天，苦怜下。用瓦具店成了郎中仆，举成一名心思长。我这是在哪里呀？头痛夜里痛难熬睡，举步维艰颇难移，魂魄儿飘飘落下桃花台岸，声音儿放不脱身，欲穿为什么本王义父才曾经去有神，暗中窥视团营计，为什么将暖关到后营门？
快马速关头一个此莫不是朝中有奸佞，剑门开幕藏冤情。他们怕的年朝梦转多，怕不及待也谁赢？茶菜岸放明镜，四坡蛤蟆结东云你怎么出来了你什么你呀我的，长这么大不会叫人啊？我的头好像被长过，而且长得很厉耶。啊，那你现在腕痛不痛啊？还好，还好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真是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。哎，我觉你回来的时候，你是吃什么吐什么，吐了3天3夜。3天，已经3天了。哦，多谢大贼救命之恩，告辞。回来。哎，你不像我啦，你的病还没有好，怎么能走呢？这，哎呀，你呀，就像跟隔壁西厢房的金云松公子一样心急，病没好就要走。你是谁？江南前夫钱公子啊！原来他在这里。哎，你知道自己叫什么吗？啊，我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怎么出口伤人啊？哟，舍不得你啦！你知道我是你什么人吗？我是你姐姐，不要说是忙你，当督当得。你是我姐姐。是啊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邱永华。你叫邱永华，那我该不会叫邱富贵吧？哎呀，你真聪明，你请叫叫什么？富贵。你姓邱，我怎么姓啊？那是因为我们不是亲戚的，你呀是我捡来的。哦，哎呀，永华姐姐，我现在什么也不记得了，麻烦你呀，从哪里捡到我，把我送到哪里去吧。你在屋子里吃了3天的盐丸，难道就算了？这间屋是开饭馆的，可不是死贼玩的。你不是说我这3天吃什么，吐什么吗？吐出来的东西一样也是钱买的。哦，那你要多少钱？
拿来还给你。哎呀，糟糕，我的玉杯呢？哎呀，糟糕！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身上没有值钱的东西了。永娃姐姐，有道是君子私恩不托包嘛。哎呀，我也不是君子喽。那你要怎么样啊？你在我这里吃了3天的盐饭，就要帮我做3个月的伙计。啊，吃了你3天的饭，就要帮你做3个月的伙计呀？是啊，3个月满了，我才能告诉你你是从哪里来的，放你走。你签着明枪嘛？哎，你这个人有没有读过书啊？知不知道一滴水的恩情要什么？要用一桶水来报答。何况是救命之恩呀！我替你做，替你做。那个救命恩人，能不能先请我吃点东西？我肚子很饿。知道啦。哎呀，永娃姐姐，说话声音能费轻一点。我们山里人中气说，说话特别响，以后就习惯了啊。哦，永娃，哎，来了。富贵，你到厨房将盐炖出来。哦，这样的女人怎么嫁得出去哦？云松水长上飞雨，击破异乡传从情。陈公子，来，先喝块茶。将临近，一在梦中苦功，哎呀，弟弟呀！那与平南府来说一句，想人间最重父子恩那保重自己也是亲小心，劝公子那样子为养好精神归于己。他是我姐夫。你看出来我们
与夫妻相。没有啊，我是猜的。没有你猜什么猜？讨厌！去，公子，谢谢你。钱公子怎么会生身呢？钱公子啊，出身名门，他的父亲是个大大的官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富贵。富贵。你的丧事？回去父亲触怒了太子殿下，被殿下赐予廷杖，带上官路，以至于一病不起。那不得引上痊愈，再引官路啊！因为是报我的，倘若8日之内我无法兑现诺言，太子要推帖执法，免我满门。这个太子真不是个东西，动不动就要私动天家。那个皇帝也太不像话了，先留一个自以为是、中间不放的太子。你怎么骂皇帝呀？我骂皇帝，关你什么事啊？骂皇帝是私财，天高皇帝远，也得他听得见啊。可是我听你骂皇帝，心里不舒服。那是你没有听习惯，听多了就习惯了。哦，哎用啊，姐姐，刚才你说叫他吃了用补身体。是啊，你看他病病歪歪的样子，乱吃也要吃死身体。他可真这样，可以用生理去行缺失，管理子去卡得啊，活动川北母真人一起见我，一定有用的。你是郎中？略懂一二。哎呀，富贵，想不到你肚皮里的东西还蛮多的嘛。那好，等些呀，我去给你做饭，你陪着公子解压。婉瑜，你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到处都刮破了，穿在身上不像样。去到里面换一件，免得让竹林雨湿，是我热的小姑。哦。走来！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在姐姐这里做工作业不许推来。哦，这儿不能与客人吵架。知道了。这什么？不能推款隔壁小三家洗屋洗澡。哦，哎呀，笑什么？这是。不能推与漂亮妹妹当今马桥，这五不准和你顶嘴。不准东堂西狂，不准赌博，不准推举哈，不准当今马呀。你说的对。马勇，老妈，你的福气真好。马勇啊，自从富贵进店门。他虽经接近上机灵，一财一貌，一身体，用话我看在眼里，喜在
去见人，茶言将错又让你，冷水洗面清洁白呀，花菜做鱼烹美呀味，满面春风笑容举，针尖补菜欲断背。我在自身无上的千岁，全做了乱那王兵帐下呀皮呀哩哩哦哩哩哦个哩个哩哩哦一郎哎呀！没想到本王此番查案，完查成民间的落去来了，哈哈哈哈！富贵啊！结账来了，满嘴满嘴，来，最好最好，三子，把证件拿出来看看。走，快走！走。哟，两位大哥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富贵，晚上在做什么？躺进去。哦，来。哎呀，你这个人真笨，怎么想都像一样挡在客人面前？快去呀！哦，哎，大哥，来，手啊！哎，这位大哥，来，请坐。你是这里的老板娘？是的，在这里做了多久了？做了多久啊？哎呀，是嘞，花茶。这样。哦，我祖父是钟点的，我祖父是娘舅的，我祖父是麦舅的，我父亲是开店的。儿子也晓得，你骂谁呢？我再问你，最近有没有骂生人呢？有呀，是谁？你们两位啊？没想到你这个人还蛮幽默的嘛。这小姑好像不是本地人嘛？啊，是的。他的确不是本地人，他是我姑的伙计。什么时候姑的？什么时候姑的呀？哎呀，是来话茶。讲。啊，他祖父。不要信我，不要讲了。你再讲下去啊，他祖父的祖父要从坟堆里拔出来噻。大哥，我可告诉你们，最近京城里有一名早地亲王前来降落，此人穷凶极恶，才玩天了。你们要是看到可疑的陌生人，我立即到衙门报案。对了，聪明，走。啊，大哥最好。大哥慢走啊！走。大哥慢走。富贵，快理理官人。客官，你指点还是当监啊？哎呀，殿下，奴才没日没夜地找了你好几天，你恰躲在这里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要是被吕大人、高大人他们知道，非我不了我的皮。有本王给你撑腰做主，怕什么？你客官，小弟有酒有饭，您可以稍歇片刻。坐。客官，请坐啊。坐。哎呀，客官。没有什么。客官，
看你风尘仆仆的，一定是外乡人过路客。看样子你疲乏得很，要不要吃了饭以后离点下子？好，不太好，不太好。什么？他说他吃了玩具嘴。对，我吃了玩具嘴，叫我到哪里去呀？是什么呢？他说他误会了。对，我为了你为不快去到酒菜上嘞？好嘞。你理了。哎，你在骂我啊？不，他夸你呢。经理的人啊，要是谁厉害，就是谁聪明能干。你还惦记什么呢？省得小点了，以后多多关照。切了快嘴。是。不好啦，桃花带里死人啦！不好啦！去，可是你什么时候醉啊？该醉的时候，所谓醉。殿下，哎，范姐。哦。哎呀，大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下次补上。什么？你想吃霸王餐啊你？不，大姐，我看他呀不是这种人，算了，叫他下次补上。你配得骂他吗？不行，没遇见，送衙门。大姐，这样吧，我替他玩。你替他玩？他是你什么人啊？什么人都不是啊。我想啊，留得神精彩，才好办事嘛。对，谁一定帮忙。哎，算了，送我回去。行。哎，你这个鸡子，要是下次你再吃霸王餐，你死定了你！哎，你要替他为我多打工半个月啊，一顿饭要半个月定啊？3天、 10天、 6天、 8天，就这样定了。好。用啊，姐姐，未免他胡小娇的出了什么事啊？没什么，桃花潭里死了个人。哦，钱公子，你怎么下场了？我是承服了富贵的房子，并渐渐有了起色。富贵兄，谢谢你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天的牙我没有剪呐。钱公子，你先坐坐，我去为你剪牙啊。富贵，好好照顾钱公子。好，多谢用啊，姐姐。不用。富贵兄，请坐。富贵兄，我想求你一事。何事？18。我想借你画一幅画来。傲雪岭上梅花图，咦，去了怪哉！这梅花图自己盘问自此，仿佛亦有敌情啊！钱公子，这幅梅花图莫非按照原迹？富贵兄，你好眼力，这幅梅花图的确是半幅残图。半幅残图？是啊，我要用这半幅残图来洗清我弟弟的不怕之冤。你不身患何罪呀？关系到30万两黄金的惊天大案。30万两黄金啊！是经太子结果所团这账，为他到万兵之际救出父亲。我是夜雨辗转，难受良策，马奈何怎能用这幅画来释放一幅，好赢得那8成其也？
钱云松，你胆子不小啊！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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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才是殿下，殿下，富贵，哎呀，听得不起哦！你不是太子殿下？我是不是很像太子殿下？你见过太子殿下吗？我虽然见过太子殿下，可是我没有观正眼看他。为什么？只差天爷那应对呀！富贵兄，你刚才说我胆过欺君，你指的是？这幅画呀！你说你用这幅画赢得了87爷，那不是欺君？是什么呢？富贵兄，依你看，那太子对此事知道多少？也许他早就观察了你的骗局，他不揭穿你呀，一定另有所图。富贵兄，现在也许你才能救我了。怎么救？富贵兄啊，我爹爹当年作战成了门，为国无尽义相从，运送我愿为此事翻故里，愿拼结孝佛见中，怎奈我虚幻天作难应同，救兄长冒名顶替，幸运送冒名去为王君30万两，我切两把你谢你公。钱公子，来，先喝呀！他不去，我去。你去，不是不去。哎呀，富贵兄，我求你了。哦，好，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7级为度，何况是救错的性命啊！好，我答应了。不过这千两帕银啊，可以免了。不好吧？钱公子的一片心意，我得谁了？你又不出来，拿什么钱啊？谁说我不出来？你去办钱公子，我去办钱夫人。啊！哎呀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富贵兄，
来。夫妇同行，错长容易相信，事情也许会办得更顺利。当真啊？当真。果然。哎呀，果然。为知无故去冒名，富贵荣华皆连理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自桥无山不是云啊。无山在什么地方？在情人的梦里呀。我在你梦中，谁在你的在梦里？你我家伴有情人，梦里相拥不稀奇。我骂你从头看到底，你哪有一点相胜于？啥不是先锋是他得了贫家担肌肤，万人不到你什么沧海什么水呀，谁喜欢你什么不善于用话最最呀，你我原是家不去不散于没有余。自古云秋有云，你不懂天文建设地。哎呀呀，富贵兄啊，用话做破成真，你还需人人算有啊！人人算有，也要他维系灵通才好啊！哎呀呀，富贵兄，此去我家乡冒名，小弟有几句话，必要叮咛叮咛。请兄谈讲无妨。长苏之子去君啊家，举止行动要文雅。倘若有人来着你，你不允保护，请作答。我建议永为元妃长，生在世家是保家。倘若有人管子意，不备不抗教训啊他。梅花都是小弟亲手画，半幅在身，半幅留在左张家。半幅贪图听一幕，愿记欲得宽破他。小弟我小有才名才精华，错中长辈再许家。倘若差地为难你，你推身并体为何比例呀他？小弟我所多自知一把家，满腹经须官司夸。倘若差地为难我，留居错在的生活。这句好，这句好啊！才你不得草稿。
难度啊唐朝做人不相信你，做做也帮他。也难将玉龙啊花，要随臣子先公道，这夜落破茶。什么夜啊？去世的神，君临天下。你好像变了故人。钱公子，钱公子，哎呀，你要死啊！你就想是他，害死他，气死他，上回没在海明，没夫他无你。没负大武，钱公子，永啊，现在你可是我爱富贵的老婆哦。假的，你跟他是真的？要你管。钱家做账好大的架子，难道他不知道钱家巨快完了吗？是此怠慢，自负大人，简直是目中无人，狂妄自强。钱家是死腿素香，读书人懂什么事都较劲。我的16万多大人内心，叫我这次一定要胜仗平和，好把钱家置于万劫不复的尸体。成长平和，遇了钱，钱家岂不是没材料吗？送是送到法场上去明正地赢的，至于钱嘛，是送给该送的神的啊！呀，他人高明，他人高明。知府大人久等了，老朽得罪了，得罪了。哪里？下官得知钱公之中清正而归，特地前来拜访。师傅大人的消息好灵通啊！他夫妇也是刚刚到家。夫妇啊，这个嘛，实不相瞒，老朽等也从未见过他二人。如今匆匆而至，又有他事要办，故而老朽还要试试他二人一往不测。应该的，下官也可以替这场把关啊。那好，来呀，有请公子夫妇。有请公子夫妇。娘子，随我来呀！
鸟色水文，多举鞭，自取黄金所见当。三刀瓦当心惊乍，胸口有丝小罗长。千军埋马我一身当，北京车长，北京手工长辈，怕了，快来见过知府大人。见过知府大人。不管，同朝为官，不管局长，不得为政，不管朝事，请。宽举子多稳重，宽仪态多雍容，宽举子多高贵，宽眉毛多威风。举子灵动能培养，这举身的风骨。真冒充，老朽这样宽的，你见到钱郎也是小，不礼貌啊！哎呀，千金小姐，小不如此言，不懂群。哎呀，你早点讲嘛！早就讲了，爸爸变了，是你呀，不长记性。哦。错长，小侄久离家乡，系长辈见谅。错长也想身体可好啊？老朽是孤身书中落日光，我郎风顺两顶上，自愧残年多余等，不见青城少年郎。这是算的呀，长江回浪，太阳前浪，前浪是在沙崖滩上，一代更比一代强啊！这身残年多余等，来花到老不该想啊！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爷子，你来可，这是什么？业务千金，业务千金，什么服要卖这么贵？据闻爷子才高不断月关古今，请问爷子，领政大人曾老朽这业务千金的条幅，是何道理呀？他管制一文片中银，中流上传，业务千金。夫内无路也，配置可以气色，男人
为之于妖贼。纵流失传，既无欲要，可助救生之躯。我弟弟于危难之际，蒙错长出手相救，命恩非佛，关节才行。故而曾与错长这业务千金，以是情义无价，永不相忘啊！自己死去。这妖贼嘛，我也知道，莫算的先生。爷子，请坐，请坐。钱夫人，钱夫人本是也曾得一场练，精致技巧，可无下联相对。今日想请钱夫人一见困候，私语下联。对了啊，对，不知上联是天上月，绝水中月。好，此联听来平台附近，其实温草寄夫。这天上月及水中月，指的是同一个月亮，颜色有纹，非比那紫薇花对紫薇郎来得容易哟。严先生，新上人。严先生，新上人，此人是同一人吗？哎呀，不传名不虚传，名不虚传嘛。对了，公说是金东红，配有女，一样须推与金星，皆是种子。领子大人当年与我曾有约定，他有一些贵重之法藏于家乡。现在他是朝廷忠心，扫荡英美之事，两幅梅花图二为一之看，真想他不与天下。梅花图在此。怎么？这梅花图上题有永留诗，莫非？具体情况现在应该比我清楚。我这里有领正城方的100页诗，今日完璧归查。也是。哎，不是说30分？来呀，把老夫的包娃取来。是。这幅画，18页诗是何意呀？实不相瞒，这是当年老薛钱大生的一个约定。老爷大事不好呀！医生把药师给抢走了。怎么抢走了？谁？我身上。来呀！我将枪要人头还回来，这里的手全部拿下。孔子，且运送决子。万岁！跪下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翰林必修且运送，顺利之岁，为兼道民怨，清腾国库，是为国责。千军万上，齐在当中，他令江南之夫将且运送一官审完，无需审问。明日5日，求地奏法。
谢云松有一事不明，请教他生。瞧，云松查清此事，曾与天下压下87爷，四经80为满，岂为差儿反儿？啊，是你称，你真是称道却知。我看你呀，也快死了，我就让你死个明明白白。想当年，官当政权，太师权势熏天，满朝文武，谁不是无忌一头生气？太师爷要你无情，把国库巨婿转到他的名下，陪刘大人竟是以你无情交接，你无情养父应会，私自将30万两黄金推于侧京城，害得我们刘大人在太师爷面前交不了差，还差点掉了脑袋。啥不是朝廷风云特别，太师18辈子，我们刘大人的前程就算是差点还了。这样说来，我母亲也算是有恩于刘半度。不过，以他这叛腐孽党的才名，早就该发偿我祖了。说得好，正因为你无情得到的太多了，所以早就该死了。我明白了。要爱钱公子，是我们运气好，死得落荒了。运气好，我运气好。富贵，我冤枉啊！不要怕，我不想死。不要怕，我陪着你，我陪着你一起走。你陪着我，我也不想死啊，富贵。富贵呀，想什么富贵欲用我，不得凤冠显皮甲，冒什么官情，配什么礼节，前言
家是看他遇见吗？哦，你死到临头，总算说实话了。郎永茂，你是百里挑一督军呀，郎才话才高八段层层恩花，郎文成三月春风暖到心。冷静情，一问不明，落怕才听娘。就是嘛，不算的话，不说怎么样啊？不算呀，什么不算云啊，不算雨，你着急平地会了，可怜我23岁，娃为家。小花谢往前下，愿春风不开过家。恨去风不退，才这话，用我伤心来自马。是到不悲呀！往生里真觉得妈妈，今日里比水晶香茶。啥时莫一见，原来曾经爱门房，自己是门光见了两红难逃我是到临头爱上富贵，到今天我算是明白了，钱这东西呀，是你的一分一厘都不能少，不是你的一分一厘都不能要。为了这千两百银，令我把性命都搭进去了。是啊，人不能光为金钱活着，有些东西是金钱买不来的。
可惜，你我就要死了。哎，反正我们事到临头，了得不得。你想不想知道什么是巫山云啊？你告诉我啊！这种事情怎么以为不能言传？哦。有花，要是有机会，老天再赏你我一次，你想干什么？要是有机会，老天再赏你我一次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啊，回到永华小酒店，过着再普通再平凡最快乐的生活。富贵，到今天我才知道，快乐的生活才是我真正的愿望呢。富几三生知不清，永家翠三十婚岁平时为我是一不记得十一陪归门关系，你做一圈，我比你做工把生陪，你是情足不愿笑相对，爱老温病情理为，到后来上上马冲千家人家逢
红须望杜后梅，四百几呀人是老内相拥而泣。彩色春滋味，原来荣华爱富贵，不能你贫贱与谁比？我与你。内后桥头永相随，原以为他是金明通的情话，却原来情深心真爱富贵，深公分担知多少，继承家，尘土本真。
该死的蠢货，到底在管什么？快在人字面上快一点，这是死了，出了事，大家身对落地。哎，快快快！爹，哦，殿下，我来了，我来了啊！这就好，这就好了。殿下，建议送于智取黄金30万两，敌人已亲自过目，并派御林军护送进城。好，这个钱运送。你是？大姐，我就是那个吃霸王餐的锅炉客呀。霸王餐。哎呀，果真是你！哎，你怎么来啦？我来还你钱啊！还钱？是啊，我都快死了，要钱做什么？哦，大姐，不好意思，上次吃了你等霸王餐，连累爹。哦，殿下儿要多做几天工，替我还债。这位殿下儿余生情，给予旁语，我趁我将心用判设死。就像你自己说的，你都快死了，要钱做什么呢？所以我想把这钱啊，直接替大姐买口破关。我的替你们安排好了，明日法场里里外外，我都已布置当殿妥当。只等咕咚一声，神腿落地，我啊，就替你随时失联。客官，生都生，生死，生金山，没想到你对我们还是此自称自说。富贵，你说的一点都不错，绿得上金在，谁好办事？只不过办的是我们的儿子。客官，问我们的棺材是用什么木材做的吗？哦，殿下请指教。便于造成也是高，凡要拆下落石头，不知细叶谁残差，二叶春风是剑道绿，我明白了。哎呀，陈武，殿下找到了没有啊？没有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要再找不到太子殿下，我就把你惩恶就惩恶。吕大人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我把殿下接藏起来了？你一个小小的侍卫，居然跟某府朝廷重臣！哎呀，吕大人，哎呀，吕大人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哼，他生，我小心侍卫陪杀人，恰一是于心侍卫天子心啊人，有道是青山不改山长路，大圣你当归还要看自身啊，遇见侍卫是何真？不离天下心，此间
今天下何处去？落水鬼我要飞几声，老水鬼倒是一张，身担金袍成孤魂，他生夜来多小心。落叶水面缘根，倘被李鬼传上你，要想做人做成。你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吕大人，天下忠义万里之。须待他带在来过去寻人。这个鬼奴才，气死老夫！气死老夫！奴才一定随本分，岂可出言受重惩。吕大人，是我的不是我错，是我该死，我这就走到哪里去？找殿下去啊！回来！你到哪里去找啊？我要知道个真地方，还找什么你？让他去吧，让他去，找殿下要紧哦。什么声？说草发长，且云送来一。去云凤啊！妾上户部尚书妾侍妾之子，翰林院必修妾云松在此。仿佛对他人不要枉死无辜。奇了怪了，这世上有抢劫、抢权、抢老婆的，我还没见过还来抢死的。你说你是妾云松，你如何凭证啊？翰林院必须过印在此。那下且慢，请知府大人放了这一诺言语，复古自首。少生冒充朝廷钦犯，在上加罪，一气奉斩。兄华，富贵。且云松有年来心有愧。面对恩人双膝跪，请公子用花呀瓶中赠你多少苦，体贴关怀精神飞，我恰将恩翻作仇，恩人偏
披甲戴束，一年才。用娃送来心聪慧，真将好生不吃亏，有才子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富贵是我把你拉下水，拉下水，性命危，往日历历错一笔，原以为当公3月为家转，恰不了转头来做倒头归，钱公子趁你高举天我来，我们苦乐同受不相违。富贵兄啊！为子为共苦军训，失踪我分身出列当尽在，江南头上路途为为官冒然不相违，声东击西，思巧计十字旁，你二人共人结生态，有才子扶你的团官下头水。文从命途啊飞，恨之恨，全城妇娘曾去归梅花，熬过风中飞。太子太子高府上切
至今犹在梦中睡，直到如今复也。云地覆过是悲，为参前，金起来美，情意美，情意美似玉桂，苦恋曾经化作灰，恋来复古路有在。满水绿香小菊桂，分开了，只有外语夫刘知府，把你们有做完的事赶快做完，老夫也好为朝复命事。来呀，把青曼押上团头台。富贵，富贵，有王三天天，我在龙山下请你回来的时候，你身上有一块牛，上面刻着“10天天3个字”，我一直珍藏在身。往前路上，你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名字。好天，天子有为，天下，天下，天下。
你可认得老臣吗？本王好听，当今黑子，本王12岁，母妃失宠被害，我配幽禁于冷宫。15岁被查到宣布征税宵禁，20岁因专供写下被吴王召为京都。本王几年来韬光养晦，28岁被封为储君，千岁，千岁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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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嘿，牛皮龙，万真相，乱云飞渡破无障，想本王进门并不见过罪，自尊无上谁敬仰，弟子民间多凄苦，哪知朝中欲为了前门意外怨难决，今日从今还根。切色光，本王也见其中谜，玉龙笔不去四方，有谁知留着惊空是非，安是多岁害本王都谢成功，三爷郎送本王在那罗棚呼用我呀，我爱你，曾经不要与盲场，我爱你，伶牙俐齿，谁得？惭愧美句张氏意，应声才却避锋芒。原来你全是真的呀！小弟巧遇天云松，本王有心将他保，欲用我搬作家父去，将计就计。王才子运送集中计，他自取黄金30万两，今日团上王法皆四大，滥杀无辜是贼，老上公子趁我巧被孤王你血什么上，我话他年生死遭殃，直接应征草稿，直接应征草稿。朗朗红色真气扬，真气扬。
殿下，老朕愚昧。你明知6万度专权作，恰一度隐忍，非良朕所为。今日放你写信感念，从昨夜顾查城见臣。臣谢千岁。为公，去将为公。欠你的钱吗？哎呀，谁这是欠钱来？那不欠钱，欠什么呢？欠我的什么巫山云雨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用一生一世来还你。这还差不多还来。是。